主后2025年12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亲自听到、看到蒙贵的性命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一书第1章。阮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。即个道，阮有听到，有亲目看到，有详细看到，嘛有亲手摸到。即个活命已经显现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，搁对恁宣布，原来甲爸同在，搁已经有对阮显现即个永远的活命。阮看到，搁听到的，现在嘛对恁宣布，是要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。这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。阮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。亲自听到、看到摸过的性命。大多数的人拢有过互推销商品的经验。推销员介绍商品的时，总是讲甲喙角全泡，袂输真正是安尼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敢若在意一件代志，就是推销员本身是毋是亲身用过伊所推销的商品。若连家己都拢无用过，要安怎互人信服呢？只有亲身体验过安尼物件的好处，才有说服力。伫约翰一书第1章开始，作者约翰强调，伊所传的生命之道，毋是对别人遐转述的二手信息，也毋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神学理论。即个生命之道，是伊和其他门徒听见、看见，搁亲手摸过。这除了强调家己见证的真实性，搁较显出福音的见证需要人的亲身体验。拄亲像顶面所讲的咧，销售员若无亲自用过自家产的物件，就表示伊对因家己的产品只有片面的客观了解。相反，基督徒若无亲身经历过福音的大能，就算掌握传福音的技巧，熟记圣经的经文甲圣经人物的故事，也明了各种高深的神学理论，终究学得感动人的心。有一位出世伫基督徒家庭的兄弟，细汉时捌读过主日学，但是大汉了后，信仰对伊只是有也好，无也好的存在。有一遍，伊伫职场拄着重大变故，心中满是忧虑，直到暗时困袂落眠。就伫伊感觉无助，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时，常常想起伊细汉的时，捌伫主日学老师口中听到有一位深听世间人的上帝，所以伊跪伫涂骹向这位上帝祈祷：主啊，我真正毋知影着安怎是好，求你帮助我。祈祷煞，伊即时感受到上帝的安慰。对安尼，上帝对伊来讲，无搁再只是别人口中的上帝，是会揽抱、安慰，甲我同行的永远真神。后来，伊常常甲人分享家己的经历，人也因为伊的亲身体验，搁较愿意拍开心门，接受伊所传的福音。约翰讲，伊所传的，拢是伊亲自听见、看见，搁亲手摸过。阮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。传福音
拄好是发自内心，甲人分享家己伫生命中经历上帝的故事。当咱愿意诚实面对家己的信仰历程，无论关山还是低谷，相信上帝拢会当互这个经历成做别人的帮赞。你是毋是捌伫生命的无共境遇中，甲生命的主相遇？检采是病痛、家庭冲突、婚姻危机、孤单无助等等。无论安怎，这个拢是你亲自听见、看见，佮亲手摸过的见证。就知影，伫你亲自经历上帝了后，这个见证也会成做别人生命中的一帖良药。日想，我是毋是只是理论上知影福音，却无真实经历福音？我是毋是会当诚实讲述耶稣伫我生命中的作为？我安怎伫生活中搁较真实甲主团契，成做有说服力的见证人？我是毋是只是理论上知影福音，却无真实经历福音？我是毋是会当诚实讲述耶稣伫我生命中的作为？我安怎伫生活中搁较真实甲主团契，成做有说服力的见证人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并毋是遥不可及的上帝，反正是主动亲近人的主。求你互我对你的认捌，无搁再单单是空泛的知捌，是会当伫生活的关键起伏中经历你。求你帮助我用家己的生命故事，带领人看见你的疼甲真实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